要防这个病毒，挂喙炎是真重要。但是最近这个同性软体出现一篇的消息，讲平常时也无代志挂喙炎，会造成着心血管的疾病，搁会来生细菌，造成着肺炎。乡亲啊，若要误信这种的谣言哦，是会害人害己哦。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指挥中心宣布防疫秋冬专案，强制规定民众进入8大类场所一定要戴口罩，但是网络却盛传一直戴口罩会酿成血液酸化，甚至会造成心血管疾病。 就是这个消息，伫同性软体，大家咧传来传去，建议大家，比方是若无代志，上好莫挂喙炎，若无血变酸，造成心脏血管的疾病。更加含的是，讲会生一寡肺炎细菌，最后抵抗力若变歹，死到搁注意防射嘛无效啊。写到这恐怖，抑过事实敢真正是安尼？ 这个事情就是假的事情，不管是讯息的正确度是错的，或者是前后的关系，其实都是一个我觉得很夸张的谣言。依照这篇国际期刊的研究看得出来，从人分做无挂喙炎、挂医疗喙炎、甲挂 N95 喙炎三组进行试验，分别去看因血内面的酸碱值、甲血内面的上素、甲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，结果证实讲这个数字差不多拢无什么差别。若挂喙炎，讲会引起肺炎细菌，敢有这个可能？ 会有细菌重生，都是跟自身的疾病有关，可能包括是一些肺部发炎疾病啊，或是一些口腔卫生清洁没有做好的关系。专家进一步提醒讲，挂喙炎已经被证实讲会使有效阻挡喙烂，所以讲伫个新冠病毒甲流行感冒疫情这个高峰期，喙炎照气功挂绝对有好无歹。